咱们呀跟那个叔叔问一下，这个汤啊多少钱能卖？好，能卖的话，咱们就直接包下来啊。走。哎，叔啊，你好，就这个汤的鱼要卖哈。这里面养了多少鱼哦？这里面哦。这个啊，这大概的有400来斤多鱼。400斤左右啊？那你这个鱼养的很好哦，养400多斤啊。我看那鱼的，这拿的这个鱼粑粑的，很大哟。对，很大。鱼有多少斤啊？海哥有10斤。大的有十几斤。那就很好哦，400多斤鱼。我看你这里喂的那个不是草哦，这个喂的好像是那个稻谷哦。稻谷这搁那我发个那个稻谷。哦，稻谷就是已经割完剩下的那个拿过来给它吃是吧？哦，这样也不浪费哦。我估计这个鱼也好吃，估计得有个稻谷的味道哈，香味有哈。有。这里面养的草鱼还有什么鱼啊？这个全有的草，有的还是放了的其他的那个假米出来的，应该有没有就搞不得。